中國人，你好，我係已故資深媒體人曹景行嘅外甥女，國家2級心理諮詢師張老師。今日我要實名舉報香港羅合夥人律師行羅婉清，佢爭曹家一條命，因為上帝咁樣講過：申冤在我，我必報應。如果你都唔想見到我舅父係枉死嘅，請把呢條片轉發出去，唔該晒。